高雄警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7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竹。先开始来关心中国解放军驻香港的部队公布画面，表示最近伫南海做军事演习，比较最近一直咧南海军演的美国做对头。那顶礼拜，因为港版国安法，轰掠去的一团媒创办人雷智英，昨昏讲轰掠到的心情，而且嘛讲到伊厝内底人，伊是老目屎，讲伊真烦恼中国对伊的厝内底人不利。前几天因为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抓一团媒创办人雷智英，甲已经为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有名作词人林夕，昨日下晡透过视讯连线展开对话，雷智英也分享伊被抓心情。好多我第一個反應就哇，今次可能入上大陸啦，今次係嘛睇唔晒佬。咁但係我唔係怕嘅喎，我就完全冇話一種怕嘅感覺嘅，我都即係我話一上就上啦，冇所謂啦，睇下點啦，係嘛？啊，劉曉波都可以上啦，劉曉波都坐啦，我點解唔可以坐啫？林夕因為前一擺相關香港反送中運動被中國封殺，兩人最近也前後被中國媒體點名是港獨分子，不過因議員照約定時間喺空中相會。希望大家識得點樣睇歷史嘅時候，就會唔會咁容易俾人洗腦咯。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長遠嚟講，繼續我哋呢個夠長命。有觀眾問，確實中國掠厝內底人做政治，雷智英是唔是放棄蘋果？一時間可以是真上心。呢個係我唔想諗嘅問題，我會將家庭放喺我嘅事業同埋我名譽上面。但係如果有呢啲嘢發生，我話俾你聽，我都唔知點樣面對。忍袂住流目屎，雷智英承認真煩惱厝內底人正做中國政治。林夕也警告中國，確實做了成過離譜，全世界會有反作用力，展現支持香港的決心。香港前世界其他問題一再挑動，避重神經。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也公布畫面指出，最近非洲艦正在南海做軍事訓練。除了各項海上軍事訓練，駐港解放軍表示，這擺重點是反潛。非洲艦試射飛雷個精準射中目標。中美一直在南海軍演，互相拼場。英國國防部是在這時陣證實，因應港版國安法中英關係惡化，英國已經暫停提供港警培訓，未來會重新評估。記者綜合報道。泰國最近這一個月，差不多逐天攏有民主示威。昨禮拜日，辦國嘅民主紀念碑頭前有萬外人行上街頭，規模是6年來上大一擺。咱台灣嘛有團體佇台北火車頭鬥讚聲。這波抗議主要是泰國嘅學生要求改革王室，驗過泰國嘅法律有寫，模範王室愛食罪。萬國市區，閣有真濟人來示威，有人也抗議道具被混淆甲標記。昨日泰國學生閣號召民眾上街路，上萬人要求帕拉維政府落台，這做2014年以來規模上大嘅示威活動。ความหวังมันได้ถูกจุดขึ้นมาอีกครั้งอะครับรู้สึกดีใจกันรัฐบาลบอกว่าจะหยุดคุกคา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มีการออกคำสั่งใดๆเกี่ยวกับทหารที่มาคุกคา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นักเรียนนิสิตนักศึกษาทุกคนกลับโดนคุกคามโดยเจ้าหน้าที่รัฐทั้งนั้นค่ะรัฐบาลไม่ยอมพูดไม่ยอมทำ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พูดแล้วก็ทำไม่ได้สักอย่างที่พูดค่ะ今個月10日，泰國學生團體佇同齊時間，民主紀念碑提出3大訴求：解散國會、起草民主憲法，還有停止打壓異己情緒。一個月了後，各中會現場除了重新訴求，閣強調人民不要政變，反對政黨密切協商，閣實施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同齊時間，附近也有支持王室民眾上街路，不過只有數十人。禮拜日，萬國的抗議現場數百名警力戒備，活動到暗時，數超過30名抗議領袖受到逮捕令。There are 31 people that have violated, but the police cannot make it clear. 過去一個月，泰國校園大家攏抗爭，車站法政大廈抗議領袖，看到當年敏感的王室議題，提出10項訴求改革王室，其中就刑法112條模範君主罪。同款要求王室改革，除了龍崗大廈學運領袖，則是被當局以涉嫌煽動攻擊甲違反防疫規定被抓，儘管後來被保釋，不過真濟抗議學生攏表示，校園常常出現便衣警察。同一天，佇台灣的泰國人也佇台北車站用實際行動聲援故鄉的反政府示威。
มา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นะคะมาเรียนนะคะก็จริงๆแล้วที่มาที่เนี่ยไม่ได้คิดว่าคนจะเยอะขนาดนี้นะคะแต่วันนี้ดีใจมากที่คนไทยร่วมมือกันขนาดนี้อยาก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รับ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นะคะให้มันจบที่รุ่นเราค่ะ主办单位指出，某抗议留学生因为抗议标语被台湾当局警告，表示在台湾不应该发生安代志。现场也有香港、新加坡甲中国民众参加响应民主部分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新武航空昨昏推出今夜出国的航班，由董事长张国伟甲技师飞行机带员工甲民众做伙飞出去，讲要飞去钓鱼台，引起讨论。民航局是表示讲，钓鱼台附近原本就有一条飞去日本的路线，天气若好，就会当看到钓鱼台。啊，若昨昏实际上，新武航空无偏离路线，为着避免争议，有事先向日本申请冒批准。来看联合报。中华电信公司开台，严格根据 NCC 上新的分析报告，中华电信6月份新数量比去年同期加码4成，是5大电信业者唯一加这多业者。主要原因包括5G 基地台建设，还4G 的网络变慢。来看中国时报，30年拢唔捌收发的黄金外币，甲就是有价证券做担保品这个办法，财政部即马按算要收发。目前只有黄金、甲外币、甲上市的股票会使做细款的担保品，也毋过解决了后，上柜的股票嘛会使，啊毋过爱拍8折。另外，土地、厝、道路用地嘛会使，新制度上紧10月底会实施。咱国内新增加2个对境外带病入来案例，一个是澳洲，一个是菲律宾。另外，马来西亚嘛公布一个对咱台湾登去马来西亚的案例，离开台湾就互验出病毒。佮接触过的5个亲人拢有做体检，伊的太太目前是阴性，啊那其他4个人结果今仔日才出来。国内再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个案，一个是对澳洲工作返来台湾的30多岁女性。伊在今年2月到澳洲工作，8月初6起陆续出现流鼻水、10批也有扫遮症状。8月10时对澳洲返来台湾，入境时主动公布疑似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采检了后，送到集中检疫所16确诊。目前澳洲的全国的人数目前有23000例啊，其中以这个维多利亚占16500例。那今天这位案483维多利亚州这边回来。另外一个个案是今年2月到菲律宾工作，8月初8出现扫，10日出现发烧、头壳痛，也佫有加进扫遮症状，食物件无味，不家己食药也无去看医生，13落屎，这是对菲律宾返来台湾，入境时主动公布有疑似症状，机场采检了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险出现发烧、喘气真喘，由卫生局协助安排送医收治住院，16确诊，即阵是住院隔离治疗。菲律宾目前全国总数是15.8万例啊，那目前可能还在高峰期。而马来西亚卫生部昨日公布一名境外移入个案是来自台湾。指挥中心讲，这个确诊者是33岁马来西亚籍男性，2月入境台湾，8月7日对台湾经过香港转机，结果登去吉隆坡，到位了后初步检查是阴性，进行检疫。13天了后，再检出阳性，即阵已经列出在台湾5位密切接触者，拢是伊厝内底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啊，所以应该是就是居留证，不要在本部没有工作，想要特别直接跟他联系啊。不过他是说他不方便。指挥中心讲会对于密切接触者来进行采检，不过伊是伫第4检疫期完前采检是阳性，到底是伫马来西亚，也是伫台湾画着，拢也无法度排除。记者综合报道。来个新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啊，若过昼了后，中南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风，会落雷公雨。咱来看上新的云图。目前伫菲律宾附近有一个低气压，有豆豆啊增强的趋势，也毋过伊向海南岛行去，所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有水汽会影响台湾，所以今仔日甲明仔载伫东半部、恒春半岛。不时拢会落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啊，若中南部各地山区过昼了后有西北风，嘛爱细致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大台北也有桃园，今仔日有高温有机会升到36度以上，是黄色的高温警报。
为了确保用路人的安全，高速公路局委托气象局伫各道安自动的气象站，要看倒一段路有伫大雾、伫透强风，也是上大雨。中区的路段拢已经完工啊，年底就要启用。中部国道的3期路段是定期有的区域，高公桥过去，伫遮设置拢无侦测机器，也毋过因为设备只有单点，比用路人批评无准。另外，国营五羊高架段啊，甲国沙龙潭南部国道的白河甲德客路段也有拢无侦测系统，也毋过拢被批评无够紧。高公桥就甲气象局合作，伫各路段架设自动气象站，透过导电设站甲气象局专业分析，会当真紧显示伫各道的自行看榜。针对这个高空的这个车站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特别强调，就是有风速以及能见度仪的这个观测，那就可以及时给这个用路人知道，就是说目前的一个风力以及能见度一个情况。高公桥表示，过去伫风台期间，嘛有2摆游览车技术因为风速受大并且事件，未来启动全国道自动气象站的服务了后，会当避免这款的事件。目前中部路段已经建立完成，等进行仪器校正。渴望年底就会当启用。在中区的部分，29座已经在今年109年的4月建制完成。那有关北区跟南区的部分呢，那目前还在建制当中。那预计各建制25站，大概是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建制完成。那这全部大概79座的气象站。新建的自动气象站设置伫国道原来的自行看榜顶面，大约5层楼高，避免被掠到影响测站的功能。有个全国道建设完成，需要开5000万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不时拢有地动，今年咱政府有完成地动进前10秒钟的地动预报，地动要来，手机会升弹。美国的 Google 公司嘛宣布讲，未来每一支 Android 手机拢会提供地动的资讯。这套 Android 地动警报系统明年会开始推出。听到手机的警示声，赶紧照影像指示找掩护。美国 Google 公司宣布，未来地动警报系统会是安卓手机的基本配备。One of the thing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s what we call bi-level alerting, where there's two kinds of messages, what is called a be aware message and then a take action message. That's a type of alerting that we haven't seen done yet. 安卓手机中用来侦测地动的加速器，若是侦测到地动了后，会将事发地址这信息传予 Google 地动侦测伺服器，确实同时收到同款地点侦测用户讯息，伺服器会判读地动是真的发布警讯予正用附近的安卓用户。这套警报系统按算明年上路，全球25亿安卓用户受惠。You can choose to have your phone become part of this network of mini seismometers that are looking for earthquak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only happens when your phone is kind of plugged in and stationary, so that it doesn't impact your battery. Google 12针对加州用户先采用加州的传统地动有经测试这套安卓地动警报系统，由美国地质调查所资助成立加州地动预警系统，数据来源是设置全加州的7摆地动机。安卓警报系统也为地动机4个地区提供警示，不过封锁 Google 服务的中国是无法度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也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767万例，死亡人数7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2例，目前是484例；中国病例是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超过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56万例，巴西超过334万例，印度超过258万例。还有疫情最近变较严重的秘鲁是有52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7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167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7万人。欧洲的疫情摊翻头，亲像是希腊、西班牙拢开始宵禁，还有英国即马嘛规定讲，对法国、荷兰入境英国的人拢要隔离14天。英国第15连续第5天，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法国是一天新增加3310例，连续第4天改写解除封城禁令以来新冠纪录。必须2国政府加强防疫做法。法国巴黎扩大户外强制挂喙暗的所在，也提案要求共同工作的所在甲室内场所强制挂喙暗。
英国是甲法国、荷兰、摩纳哥这国家申请加到入境旅客必须自主隔离14天的名单中，而且在15透早4点正式实施进前，只有短短36点钟会用准备，造成几万名伫法国度假的英国游客赶紧回乡，海陆空交通大乱。而法国也宣布会对英国来提出相关的做法。Decision made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quick and it didn't give people time to respond in a way that was safe and allowed them to manage their finances and their vacation. 欧洲各国解除封城禁令了后，海边度假胜地人真多，夜生活闹热滚滚，真紧造成新冠疫情上升。希腊最近病例大大增加，当局决定在米克诺斯、圣托里尼、克里特这座有名的度假岛屿实施暗时宵禁，酒吧、餐厅、咖啡馆午夜必须休困到第二天透早7点，至少持续到23。游客暗时无所在去，午夜了后依然留伫街路上。旅业者是真不满，有真侪怨言。I don't think the virus is going home at midnight.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schedule. So I do not understand. I think it's a bit sad for the people and the business here on the island. κάνουν το μπάνιο τους.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 τους κοροϊδέψαμε. Τους είπαμε ελάτε στην Ελλάδα και η Ελλάδα είναι κλειστή. 西班牙连续2天确诊数超过3000例，政府宣布，甲全国夜生活场所关起来，餐厅、酒吧半暝1点必须休困，限制户外食薰要有安全距离。部分的所在甚至街路上免食薰。德国决定向所有对西班牙入境人士进行 PCR 核酸检测。法兰克福机场入境的所在因此排队排真长。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看线镜头来美国，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所在。为着防疫，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有真侪州即马拢按算要用假选票的方式来投票，因为邮局是警告讲，若准票无法度准时送到位，安尼恐惊影响选举的结果。美国50州中的46州甲哥伦比亚地区最近拢收到邮政管理局的警告，表示11月总统大选的邮寄投票，就算是选民伫期限内寄出，也无法度保证拢会当下扈送到第二计票。这互新冠病毒疫情炭烧之下，真侪州准备扩大邮寄投票的规模，避免群聚感染的做法受到真大影响。美国邮政管理局长德乔希为伫华府的住所之外，15组织公民团体关掉华府地区的示威者，靠维亚公告控诉伊配合川普压制选民通信投票权益，危害总统选举。德乔希是川普甲共和党的大金主，5月接任了钱的邮政管理局了后，大删减加班费甲送配能力，停用部分自动分信机。拆除真侪邮筒，互邮务处理速度明显变慢，引起高度的争议。川普总统烦恼大量的邮寄选票，伤害家己连任的选情。毋但是指责会造成作弊，也佮公开表示要靠住民主党提案中的邮政纾困经费，阻止邮局处理大量邮件能力。后来佮解释讲支持拨经费，也佮爱换减税等共和党的优先政策。If you're going to do these millions of ballots out of nowhere, he's going to obviously need funding. But the Democrats aren't willing to provide other things, and therefore they're not going to get the funding for that. 邮政管理局建议州政府应该选择较悬邮资的派送方式，确保会付送到选区。部分州也当咧考虑调整选举的规则，像将选票收件的截止日期延后几天，确保对有邮局日期以内伫选举日进前的选票票入柜。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非政府组织的估算，中国有4成目睭看无女性拢捌互别人勾刷，人权团体要求提供更较侪资源来保护因。摕专用设备管啊，真适宜行伫街路准备去坐地铁。今年14岁小家因为违反因素10几岁就失明，伫中国启明学校读册时阵被教。目前猎灵师是一种非常受人尊重职业，亲像一个医生用保健民众身体。啊，不过真正加入职场了后，才发现根本无被尊重感觉。那时候觉得按的比较恶劣，就是让你给他就是按他的那个，先是让你按肚子，然后就让你按下面。小家想起第一摆发生的骚扰事件是伫伊18岁时阵，一位男性顾客伫聊聊过程当中摸伊的胸坎甲大腿，家己根本唔知影要安怎才好，无人教伊如何处理。根据 NGO 团体估计，中国有40%的失踪妇女会遭受过性骚扰。
啊，毋过伫父权体制社会甲保守的氛围之下，就算受害者举报犯罪者要被定罪，是真有困难。之前他们有号称老鸟人告诉我，就说，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混了。就是说，你既然要干这一行，你就要接受，被摸手啊，被骚扰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太严重就行。人权团体表示，伫中国一般的服务业当中，一场女性较会拄到性骚扰，只是看无的人掠人的比例更较悬。政府应该如何照优受法，甚至提供更较侪资源，毋是将因鼓励，才能予更较侪看无的受害者得到平等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网球公开赛8月31要开始拍，即马风声讲日本的选手锦织圭去为着武汉肺炎爱退赛，另外有真侪选手嘛烦恼去用为着宣布要退出比赛。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连任引起争议，反对派阁招民众去街路抗议，规模是最近上大一摆。也毋过卢卡申科拒绝落台，讲伊会去找俄罗斯来斗3工。英国反制中国硬度港版的国安法，即马英国阁推出新的禁令，要停止对香港警察做训练。目前训练的合约警线就会先冻点，先做检讨。镜头等下，咱国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陈其迈选赢，摕到超过70%的选票。虽讲趴数是有史以来上悬，也毋过票数稍有减去。行政长苏贞昌讲，因为是补选，所以出来登票的人较少。比着爱心的手势，高雄市长当选人陈其迈早起进行社票，经过2摆高雄市长选战，陈其迈将有胜选，补选得票数67万外票，得票率甚至冲破70%，创下高雄市长选举史上上悬的纪录。用人为才，不分党派，那能够贯彻在地优先跟专业优先的一个思考。不过，陈其迈这摆得票数，甲2018年市长选战的74万外票比较减少7万外票，也比罢免韩国瑜同意票93万外票较低，关键标准都无达成。尤其补选通常投票都很低，出来投票的人有过70%，希望陈其迈来当市长，这是很清楚的民意。伫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即摆补选，敢若摕下24万8千外票，得票率将近2成6，拢在党内设定的333红线以下。早起李美珍也出来进行社票，对着败选结果，伊讲会全部负责，并且对各方面徛台加支持来表达感谢。我也非常感谢韩市长在选前可以出来帮我也非常感谢韩市府团队。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败选，检讨的声音不断。刷来9月7日，国民党全大会外界有了党主席江启臣，恐惊无多闪过党内的批评。不过早起新北市长侯友宜讲，选择支持江启臣就任党主席。朱立伦是回应，改革比改善重要。江主席到现在，我们也是全力的，希望他能够做更多努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而代表民众党参选的5疫情，即摆敢若得到3万8千外票，连摕回200万保证金的5%的标准拢无达成。党主席郭文铁是讲，各党的得票率其实拢在预期内，强调小党资源少，要胜选无遐简单。整个台湾的政治是执政党在监督在野党，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资源很少的党，我们就是用全部的力量，在尽量做。陈其迈上任了后，任期敢若剩2年4个月，无闭月期。高雄市3300亿负债，要安怎亲像伊讲的口号同款，互市政重新开机，选民拢伫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实施3个月的禁渔令，昨昏解禁嘛，也毋过早就有中国渔船提早出海，过河过界，是讨海讨甲皮乌来。昨昏咱的海巡发现有中国的渔船入来咱的水域掠小竿仔，甲人甲船拢带转来马境送法办。船头大，阮是海巡署哦。即马第二届，甲你广播哦，莫阁蛇行哦。配合海巡署真侪摆广播，要求超过界线中国渔船停落来接受检查，不过渔船也是加速向前行，海巡队只好入去强行停靠人员停船检查。在七美西南21.8海里处发现陆船越界手钓小卷，该船拒不受检并加速逃逸蛇行，138艇遂采取紧追及强靠。
其实中国为5月7日开始实施3个外国禁渔令，规定渔船免出海掠鱼，以恢复海洋生态。到8月10日才能解禁。这只超过界线渔船啊，明显是逃走的。海巡队15发现了后，定船检查，也查到船顶存放没有海蟹特有的石骨500公斤，虽然人甲船押回马经来停办。勤务人员实施登检的时候，有严谨做好所有的防疫措施。渔民伫马经港上岸时阵，拢挂喙罨，互防疫人员量体温。海巡队强调，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入侵皮河，为定船检查，扣留渔船到留地调查过程，人员拢团程戒备，挂喙罨、穿防护衫。另外，专案调查了后，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昨在11点外，高雄港高架桥连外道路发生车祸，一台红门货车失去控制，对6层楼仔悬的桥顶摔入桥骹，司机不幸过身，意外原因也在调查。人行道边仔的草皮突然飞过一道真大的影，后一秒，一台南马空车就安尼为6层楼悬的高架桥顶直直摔落来，引起的土粉蓬蓬响，一马年仔伫街路线开。赶快出来帮忙，讲说如果可以把那个司机先拉出来的话啦，就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先去救他，可是他那个车头都扭曲，就是可能被那个铁件那些，然后他车子里面有一些杂物，就没办法。我去叫他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啦。救援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到现场抢救，发现这台红白色的南马空车，不但车头全毁，车体也变形，并伫人行道上。更加让人烦恼的是，32岁姓王驾驶也掉伫车内，已经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了后，虽然随将人送医急救，也不过已经救袂倒转来啊。先擦撞到左侧护栏，然后就直接翻落到高架桥下。家属中回事故现场看到这种的场面，也按捺袂了心中的情绪，大声哭出来，唔敢相信，只有32岁后生就安尼过身啊！这件意外就发生伫16拜日早起11点，高雄前镇区新生路高架路段，迈往第1甲第2货柜中心的出口匝道。警方表示，高架道上的护栏甲钢管宽度是145公分。2015年正式通车了后，目前这也是头一件对车意外。那肇事原因有望爱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老爸的一心牛排红磡店，那亲像是头家欠薪水引起员工的不满。台中市劳工局讲，有几个员工无摕到6月份的薪水，7月份的时有去向政府申诉。伫咧台中市中华路的老牌牛排店一心牛排，铁门已经关起来，毋过门口的玻璃碎甲规涂骹，伊也嘛去用摔甲变形。警方16号接到通报，有人讲店前往处理，发现是店家甲员工之间的薪水纠纷。原因是店家积欠王姓员工这个加班费，导致王姓员工一时心生不满来对这个店家做一个毁损的行为。警方初步了解，一心牛排的员工以为被欠薪水，趁店家准备要关门前往协调，但是嘛是摕袂到薪水，才会去甲讲店。有其他的员工控诉，一心牛排严重欠员工薪水，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也有员工的家长嘛来帮忙讨薪水。跟他们讲说，什么时候会给薪水？因为我们家里有事情，对，我们也要生活，不是吗？房东已经给我很久的机会了，可是他说今天没有给他，我就已经没办法住在那里了，所以我现在很需要钱去交我的房租了。员工指出，一心牛排去年9月换头家重新装潢经营，但是为今年初开始发薪水就无正常，6月份的薪水到今嘛拢还未发。台中市劳工局嘛证实，已经收到几个员工申请调解。109年7月就有8位员工陆续向劳工局申请调解2次，那2次的调解资方都没有派员出席，所以2次的调解都没有成立。台中市劳工局表示，资方因为2届拢无来参加调解会，会依法来开发。针对6、7月薪水是毋是已经有发，劳工局17号会主动前往一心牛排来进行检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普悠玛进前摆卖并且了后，交通部即嘛是要求代替爱安限速的新系统。那列车嘅自动保护系统 ATP 互关起来，列车的速度嘛会当控制伫60公里。也毋过即个新系统较贵，所以代替是宣布讲，年底进前普悠玛甲泰鲁阁会先到。2018年10月，代替普悠玛列车伫西马站摆卖并且造成18死的重大意外。事故当时列车时速130公里 ，ATP 闭关无作用，交通部就要求代替导入限速闭关系统，互 ATP 伫关了后，列车速度未超过60公里，代替原本估计经费每套30万，实际经费测试因为有专利保护限制，加上需要通过代替真侪车型，经费一套增加到70万，只会当先装设伫轻车式列车。没有跟他就说，台铁的列车里面所有的系统都要统一来装。路局也有解释嘛，经费不够碍于说现况的安全上面，我们说原则上面我们还是会同意他。企业监会讲，敢若装设部分列车是权宜之计，绝对会要求代替落实所有列车拢加装 ATP 闭环系统。代替费用伫今年12月底前会先完成普悠玛甲泰鲁阁号列车52套限速闭环系统的安装作业。铁道协会认为，代替的司机员并无分车种派遣，安尼可能会造成司机员的不清楚。到底这个程序加上去之后，对于驾驶服从速限的这个要求上面，到底有多大的效益？会不会又产生说驾驶把 ATP 关掉，又把这个警示系统关掉？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在后面做讨论。铁道协会也提醒，代替要改革，唔拿加装单一设备，而是专门检讨自身的定位。像西部干线代替伫都市已经转型坐分化，也毋过当庭的技工号也是照行。爱先优化路线，定着派遣才会当精准，也才会当落实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第14线甲第14架线要去合华线的路顶，这3天来定定发生车祸，加上最近咱国内旅游的人真多，所以南投的警方交通队头一摆派人去高山做临检，爱民众唔通违规。报名啊，到合欢山武岭的民众也是真多，无管是汽车还是机车，数量无比日时少。停车场也拢停到满，真侪人拢是要到山顶观赏星空。都是来看星星的嘛？对。也毋过最近3年，通往武岭的第14架线甲第14线定发生车祸，警方分析，其中是透暝无困引起精神无好，所造成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这3年来有增加无减，所以才会到昆阳停车场进行临检甲安全宣导。第一次规划在昆阳停车场海拔3000公尺以上执行路险起雾，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最近高山海拔部分近几年来发生许多的交通事故，那为防止民众在有这个夜冲以及这个危险驾驶或者是说疲劳驾驶部分。南投环境局交通队分析，自2017到2020年7月间，来去合欢山发生 A1 甲 A2 类自动自杀交通事故，都造成22个人死亡，其中5个人是因为疲劳驾驶。我们统计近3年发生在台14线、甲线以及台10线，总计发生 A1 类交通事故22件，死亡22人 ；A2 交通事故791件，受伤861人。警方表示，到海拔3000公尺高山进行临检也是头一摆，拢总开出9张罚单，拢是大货车超载。警方也提醒民众夜冲上山看星空，除了爱遵守交通法规，也爱避免疲劳驾驶，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咱国内乌豆仔的饲草较歹，库存量有增加。政府即马甲食品公司合作，用混啉在地乌豆仔来激豆油，品质好，帮乡亲斗高关。这几年来，国内稻米生产过剩，政府推动大农村计划，真侪牛年的农民配合中央政策改种杂粮，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在地生产乌豆、黄豆库存量济。为了要行销优质的国产乌豆，中央地方政府配合食品公司，希望拍开农民的销售通路。契作的模式，那也希望变成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契机那让我们国内的食品厂然后多爱用我们国内的一些杂粮我们当然希望是地产地销啦希望是国内的黑豆。当然，国外进来的黑豆因为它量大，所以它价格便宜。可是我们国内的品质是相对比国外好。农业署表示，受到疫情影响，有农民乌豆收成后，就看在仓库找袂到通路。这次帮乌豆农场每下行销150吨的乌豆，减轻农民的经济压力。嘛期盼未来有更多厂商来使用国产的乌豆。
无论是哪一个的一个制品，除了我们酱油业，还有同业的，还有一些加工厂啊，加工同业的，也都能够来参与这一块的，那使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永续来发展。在农会表示，国产的乌豆真鲜，品质更好。这几年来，渐渐有更多厂商和农民来去做，未来希望每下更多通路和加工场，提供优质农产品的介绍，让农民增加收入，发展有特色的地方养殖农产业。记者为您报道。那伫南投的日月潭，有咱全国海拔上悬的菜瓜生产地，面积是50公顷，占全台的一半。最近这几天，鱼池乡公所拢会买蜂箱放伫菜瓜园，予50万只蜂来授粉，增加农民的收成。农作物开花结籽，蜂是真重要的角色。但是最近这几年，野生蜂的数量减少真侪，和菜瓜结果率受到影响。鱼池乡公所农会等单位趁着好天，伫园仔内放蜂。咱每年公所拢会伫这个时阵来进行放蜂的这个活动主要就是要咱的这个菜瓜会当充分的授粉互伊长得比较巴甜然后呢青较有重，有咱的收成会当更加的好，嘛要促进咱农民今年的收入会当能够来增加。菜瓜开花无表示拢会结籽，但是爱授粉完全规形才会正常。这个时阵蜂就真重要。我喺离正乡咧，6點就到位啊！我其實6點就到位啊，蜂啊！你看就知影，迄起到就真濟啊，蜂真濟去。唔是講是這樣濟。授粉又較完全，咱的瓜啊會較用心。魚池鄉公所嘛表示，最近這幾年受到氣候變化甲土地開發利用，野生的昆蟲變少，造成農作物的授粉無夠，嘛嚴重影響當地菜瓜的結果率。今年公所總共買25個蜂箱，有50萬隻的蜂幫忙菜瓜授粉，希望農民會當有好收成。記者綜合報道。伫台北大漢的囡仔地小姑，自國中開始，這囡仔就對養成業真有興趣。伊嘛專工遷戶口去金門讀金門的高級的養殖科。伊講，逐工透早7點愛去飼魚仔，雖講做事是真艱苦、真辛苦，也毋過伊是過甲真快樂。今年伊高級出業嘛順利考到高雄的應用科技大學。規池活跳跳的屠殺，攏是地小武和東二的心血，因為伊對飼魚仔真有興趣。3年前，全決定對台北走來金門讀冊，培養家己的養殖技術和能力。上實習課的時候呢，會覺得很累、很辛苦、很熱。可是當我們把魚養大，那種成就感是其他人感受不到的。我是有自己一個人把整池魚，不止一池很多池都養死光過。就是從錯誤中獲得經驗嘛。要有失敗才有成功。地小武和東二因為有老師專業的養殖指導，對頭開始學要安怎把魚仔仔豆豆飼好大尾。那這些魚都是我們同學的話自己繁殖出來，我們把它養大，也就是說這個過程裡面，從繁殖，然後到育成，然後到最後養成這個一個系列，大概需要的時間通常大概可能5、6個月以上。養殖科主任董潤如表示。這陣學生也甲飼大尾屠殺，用上優惠的介紹賣予鄉親。我看到 FB 啦，陣走來買看看。養殖業有真濟眉眉角角，若要飼甲通賺大錢，也着下苦心經營。鄭小武用伊的熱情認真打拼，這陣也順利錄取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證明飼魚仔也通出頭天。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個專門替人修理厝款出來的公益團體，因至少60個志工去屏東三地門的賽家村，替一寡弱勢家庭修理厝尾頂隔房間，嘛家己開錢送因家具。眾人被去厝尾頂，甲警員破空的所在補起來。另外一邊的志工是甲厝內底便所搬出來外口，重新整理這間厝。更新了他們漏水已久的屋頂，還有呢，就是讓他們拆除了他們困擾很久的浴室，
那经过我们预计用1天的时间，能够帮他们这个全家更新，让每一个人都有睡的地方，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住伫咧屏东县沙田门乡赛家村的蒋先士，一口罩加强8个人，就徛伫咧15平大的所在。蒋先士自本是一家之主，靠做山工饲规口罩。不过前一阵仔因为着口腔癌，无法度做事，无钱整理厝。毋那当年替弱势家庭修理厝的民间团体派60外个志工斗3工，就连捐钱的善心人士也斗出来斗整理。我每年都很感动，因为可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呢，恢复基本的居住尊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在这边也要代表我们的受帮助的家户，他们要有特别奖来感谢衡山行善团跟基金会的大爱哈。修善行善团拍算重新盖房间，让蒋先生的4大人牵手含囡仔，会当有家己的眠床含册桌啊，好好休困读册。伫这个会当夜风杂雨的家，重新徛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人工的智慧已经快速发展，真侪所在拢已经应用，嘛伫真侪领域。台中的东海大学即马是甲科技甲艺术做结合，透过艺术 AI 未来这个展览，让大家看到艺术新的面貌。人工智慧会家己创造出艺术吗？这场由东海大学举办的展览，展出各种 AI 人工智慧的创作。像眼前这幅山水图，就是用人工智慧学习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将真正的水冲影片变成动画。以前在做艺术，做一个批判，做一个风格，但是我们之后怎么样让 AI 能够进行是一个创作者身份，能够讲出 AI 艺术他所看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几乎都在想要把 AI 应用在各种跨领域的应用，那包括老师跟学生，我们一直在想尽各种方式，就是说人工智慧在真实的企业应用之外，那么跨入到创作之后可以做什么？现场运用 AI 创作的元素，展出真侪无同款的当代艺术，其中嘛透过新冠肺炎为主题，用数位的方式来创作。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在反思一个科技非常发达、人工智慧的时代。好，然后社群媒体很发达的时代，影像文化相当发达的时代，好，甚至现在有新的网红经济出来，好，都靠着这种连接性非常强、科技性非常强的一种世界里面，其实我们身体还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本质，这样。人工智慧是科技化的产物，如果会当将艺术、美学、人文等元素加入，就会当有情感的温暖。透过这次展览，会当看到艺术家甲科技伫 AI 时代中发挥更较侪创作能量。学校嘛希望借由这次的展览，替艺术打开新的创作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咱明年基本工资敢会起？劳动部伫明仔拜二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劳工的代表认为讲，虽讲今年咱有受疫情的影响，也毋过基本工资有哪爱稳有哪调悬。食无时段，面店仔头家甲伊的太太后生无闲饲饲。头家讲，小生理无法度请伤济员工，所以规家伙仔总动员拢跳落来斗3工，剩的骹手才会请算点钟的人来工作。158怎么赚？我们就赚160给人家了。不过有一种请不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大部分都尽量自己人啊，比如说自己太太、自己孩子啊。目前的基本工资1点钟158块，月计23800。明年敢是要调？劳动部这个月18即将开会审议，当日都有消息传出，时薪月计可能调悬成整数。所以资方代表顶礼拜甲劳动部开会前会，强调，若讲1点钟为158块调悬到160块无意义。加上今年为疫情影响，所以希望劳动部延后到年底才举行审议。有一些劳工团，你说那个什么158占个2块钱也好，没有意义啊。整年度的数据资料出来以后，我们再根据那个数据资料，大家一起再来讨论。不过劳方代表认为，疫情不是借口，加上民国86年到95年基本工资10年无起，所以蔡政府有必要继续稳健调升基本工资，保障第三家庭。基本工资的调整跟所谓的疫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吧？这个基本工资只是把之前我们失落的那之前10年没有动涨的过程，我们慢慢把它调回来。
尤其是餐饮服务业劳工，就半年同款受到疫情的影响，甚至有一寡被资遣失业。台湾劳工阵线也认为，在疫情之下，依然有必要调升工资，维持低层劳工生活开销的基本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外口洗厝的人，上惊拄到恶质的厝头家电火钱贵爽爽，所以政府即马有提出新的制度，规定讲伫热人的是6月份到9月份，厝头家电火钱达度袂当收超过6.41块，若其他月份袂当收超过5.03块。这个新制度9月初1开始实施。烧热天客厅无冷气足艰苦的，伫北市租厝的林先生发现，连动物仔拢伫要冻袂调，所以找冷气师傅来装冷气。我在看之前就一定会特别去考量电价的问题，对，因为我之前很多时候会遇到那种一度电收5块的。有时候像冬季还好，可是像夏季，如果因为有狗狗、猫咪，所以我必须要开冷气跟电风扇的时候，那个电费是非常惊人的。内政部表示，有一寡厝头家甚至每度电收7块以上，所以修正主体自零契约规定，将要求厝头家向厝卡收的电价也要甲台电同款，分成热天甲毋是热天，也就是6至9月，每度电袂当超过6块491，其他的月份袂当超过5块03分。新制自9月初1上路。以往来讲，房东他可能会收到每一度高达7块啦，或者8块或9块，是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规定说，每一度呢不可以超过台电的最高机器。新制目的是为了阻止恶质的厝头家，因国本来就付一度电3、4块的厝卡，若讲拄到厝头家借厝调到上限6块491，安尼就爱家己向厝头家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咱国内的疫情那亲像变甲较紧张，所以台北捷运嘛配合中央的防疫措施，规定讲若是坐捷运全程拢爱挂喙罨，若身躯拄好无喙罨，临时临要找喙罨要安怎？无要紧，即马捷运站有设喙罨自动贩卖机，毋免健保卡，一个喙罨卖10块，袂少民众拢感觉真利便。今日台北捷运市政府站，过小姐才发现卖机大喙罨，好在在东盘有加准备，紧急来救援，会当可以顺利来进站。本来要开车啊，临时赶来不及就坐捷运啦。幸好先生有多带。不过，若无亲戚朋友伫身边斗相共，会当靠这台喙罨自动贩卖机。15号开始，台北捷运包括北车、市府、中山等6个捷运站正式开启，民众毋免健保卡就会当买一片10块。第一天启用，有民众就算挂着喙罨，嘛因为升级来买看卖啊。这是备用，对啊，因为今天来台北，然后怕就是这个脏啊，或是坏了就可以换。一片10元会觉得贵吗？我觉得如果刚好需要是还好。不过，有人真在空，知影内底其实有提供免费的喙罨，会当应付紧急的状况。家里也还蛮多，想说就不要浪费就不要浪费吧，对啊。在台北捷运全程爱挂喙罨，不过8月6号到13号，北捷坑道无挂喙罨的乘客达到126000多人。为着要提供乘客紧急来使用，决定正式贩卖机，会看情形来评估是毋是扩大到其他的车站。有关市府推出的新名字喙罨贩卖机，虽然将近2礼拜买去有回升，但市府有缘决定24号结束试办的计划。记者林正明、志成台北报道。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台湾即马乡亲无法度坐飞轮机出国，安尼咱台湾前一阵仔就推出假影出国的活动，有引起话题。日本即马嘛有哦，因的假影出国是人客坐伫模拟的飞轮机内底，挂虚拟实境的目镜去环游世界，看你爱去佗，你就会当去佗，载你去。56岁生理人经常带太太登机，翕相食完飞轮机顶悬的物件，搁为窗仔看云层，感受飞轮机起降。因这撮旅程是去意大利罗马，暗过自头到尾，因甲其他旅客其实根本无离开过东京。海外には仕事でよく行くんですけど、イタリアは初めてで、それをバーチャル的に見ただけで結構ですね、あ、こ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んだという。
这是日本当家国陆公司 First Airlines 所推出的飞机坐无人机出国服务。事实上，这间公司自2016年设立，当时是为了服务时间旅行的人透过飞机实境，得到出国旅游的体验。另外，也主打行动无很方便老大人市场。在这摆疫情爆发了后，伊的业绩成长差不多50%。真侪人伫边境防疫管制下无法度出国，就用安尼过路方式。毎年ハワイに行ってるけどもハワイに行け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こでハワイの体験をされ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形で来られる方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増えております。亲像安尼免查行李也免做病毒体检，佫无需要回国时阵隔24天，起飞时阵有空服员4款多星。这是毛机的空中巴士 A310头顶舱，飞往全球有名景点，比如巴黎、纽约，一张机票价格是新台币1800块。想要观光看景点，只要挂飞机的目镜，飞时间也减少到2点钟。根据日本上大航空公司全日空控股的资料，6月出国的旅客减少96%。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顶个月预测，全球旅游人数要到2024年才会恢复。记者综合报道。那对3月份就已经把边境关起来的澳洲，这个旅游禁令会一直到明年的7月份。无国际观光客来佚佗，旅游业者今下只好上准国内的观光客加减做一寡生意。被有名的雪梨港湾大桥是真侪人来澳洲指定一定爱耍的行程。业者港湾大桥判定公司表示，外国游客占60%的市场，其中上侪来自英国、美国甲中国。不过为了控制新冠疫情，澳洲政府3月20日宣布关掉边境。国外旅客的业绩一个也无去，公司只好转移客群，鼓励澳洲本地人前来体验。We shut down on the 24th of March and reopened only a couple of weeks ago. So we had time to plan and refocus our marketing onto the domestic market. 住伫雪梨的史本斯一家人，就决定要趁着囡仔好好放假来体验一个爬大桥的趣味。位伫雪梨市中心一间餐厅特斯亚斯头家却表示，生意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伫关掉边境进前，有80成的餐厅店费拢是来自外国旅客，其中以中国、美国、日本甲印尼上济。As we've been changing, chopping and changing, we'll just have to adapt and do something else and kind of hope the suppliers kind of can afford and will reopen because it's kind of changing the whole game from the farmer to the restaurant. 根据澳洲旅游研究的统计，澳洲2018到2019年拢总请用大约666000人投入旅游产业，占全国劳动市场的5.2%。前5名外国旅客分别来自中国、纽西兰、美国、英国甲日本。政府组织澳洲贸易投资委员会5月时预测，2020年财政年度，澳洲旅游业将因为疫情影响造成550亿澳币，相当1兆1400万亿台币的经济损失。而且澳洲有愿维持旅游限制，至少到2021年7月。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动物保护新法今年才实施，就拄着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在拖，无保护颠倒大量在掠流浪鸟甲流浪狗，所以当地即马有一个爱动物的人士四界去找流浪鸟，替因找新的主人。不过，若是讲到英国首相官下嘅第一鸟赖瑞，伊的命运就真好，伊的命运甲俄罗斯的鸟是天差地地。伊逐工有人在照顾，甚至搁有摄影师替翕相，替伊出相片。替当镜头摄影师翕伫当年80岁好伴鸟赖瑞，面对镜头一点仔拢袂青分。赖瑞伫英国是大家拢真熟悉第一家鸟，也是首席掠鸟鼠大神。Kind of reacts to you see, it turns when he reacts to the camera click, so he knows that I'm taking photographs. 2012年就带伫英国首相官家，经过卡马龙、梅伊抑个现任强生等3任首相，名声无输予官家主人。来自澳洲的自由摄影记者贾斯汀，2014年伫英国头一摆翕赖瑞，想要到道正做主角。赖瑞相片甚至抑个被赖瑞官方推特转发，佮将作品做成 T 恤杯啊甲皮包啊。He has this great ability for timing and knowing when to come out at certain times. For example, when Donald Trump came to visit, and he actually hid under the beast and actually stopped the car from being able to move out of Downing Street for momentarily. 并且鸟赖瑞一举一动拢受关心，不过伫俄罗斯中部这阵流浪鸟啊，所无这么兴奋。Кот-хантеры, которые стреляют в них.
То есть люди, ну не все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порядочные, которые умеют соболезновать, тем более вот животных понимать и любить. 爱动物的伊丽娜看到这流浪猫啊，真不忍心，佮收养15只，亲像小型的动物收容中心。救这流浪猫的大公司是伊丽娜所饲的狗啊。Он сам под машину заглядывает. Сам он под каждую машину заглядывает, он знает, что они там прячутся, и он заглядывает под каждую машину, в каждый подвал он заглянет, он мимо не пройдет. 在俄罗斯流浪猫狗啊，常常被人锁定领地。2018年底，俄罗斯通过动保新法，禁止凊彩抬这流浪猫狗啊。今年正式上路，3拄着新冠病毒。当局最近抓这流浪动物，动保组织呼吁动手术，互因袂生，恐怖晶片甲处罚放饲主人，这是控管流浪动物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高温烧热。若过到了后，伫中南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雨，嘛爱细日雷公雨。乡亲一定爱细日，爱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济礼俗，主题就是大济。乖哦，大济汉字写做大济。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下济，多第7条，济第3条。出世就是婴儿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条。这天爱请捡囝某，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操做4月日的礼俗，开操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好食好食。大济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大济。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大个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
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吼，家己拍拼。搁有一句俗语讲吼，查某囝嫁娘咧当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当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溜道济当财。做胆，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当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哦，乖吼，阿嬷笑来，阿嬷抱吼，嘿，来，站，抱起来啊，抱起来啊！